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不敢相信，全球最大的豫园鞋厂如今人去楼空，在最辉煌时期员工达到15万之多，超过了当时的富士康人数。在06年时就年产各品牌的鞋类近2亿双，被誉为世界鞋王，也是全球最大的鞋厂之一，带动了当地一方的富裕。只可惜再大的工厂也走下坡路，犹如一座空城，时隔多年再也见不到曾经的辉煌了。如今看着一座座空空荡荡的宿舍楼、办公大厦，略显凄凉。据说最近几年因为人工成本上升等其他原因，绝大多数已经陆续搬迁到了越南，曾经的繁华早已消失，人去楼空，一派荒凉落寞的景象。而这几年的东莞也陆续会听到一些知名的大厂倒闭和搬迁，让人唏嘘不已。我是威力哥，关注我带你走遍中国。一代枭雄啊，美特斯邦威啊，到底去了啊，对吧？一代枭雄啊，美邦啊，当年的神话也没了啊。那对面的苏舍堡啊，到底去了？真的老的啊，华盛广场苏舍堡，美邦啊，结束了啊。南京东路旗舰店啊，结束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商场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共不超过5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转了有10分钟，门面大概有150家门面。现在这个制造业到底是怎么了？真的不明白。